大家好，又有范太郎啦。咁今日要評嘅電影係 A24嘅戰役啊。咁唔講廢話咯，我直接開波啦。咁故事咧由真人真事改編，2006年伊拉克戰爭，一支海豹突擊隊喺一個哨站咧進行監視任務嗰陣時咧，俾敵人咧圍攻，咁難以撤離啊！咁當中咧有同伴重傷啦，物資都短缺，咁應該點樣避過炮火啦，保存性命咧？然之後成功撤離咧？咁故事咧就此展開嘅。咁有好多戰爭片咧，都號稱咧幾億製作啦。咁總之咧就一定標榜畫面好勁啊，槍林彈雨。咁由頭打到落尾啊，狂爆炸、狂殺人、狂俾人殺嘅。咁我想講咧，如果期待呢啲嘅觀眾咧，都可以提早走噶啦，因為你唔會喺呢套戲嗰度咧見到 Michael Bay 嘅。咁到底呢套戲會睇到啲咩咧？係咪以軍人喺戰爭嘅殘酷體驗對人性產生咗反思咧？咁對唔住，史提芬史匹堡佢都唔喺度。咁賣咗咁耐關子咧，咁呢套低成本嘅戰爭片到底有咩睇咧？咁我睇完呢套戲咧嘅第一個感覺咧就係臨場感，就好似啱啱嗰90分鐘咧都入咗真正嘅戰場一樣。咁首先呢套戲啦係冇任何配樂嘅，咁場景咧都係得3個地方，咁即係喺一間屋入邊咧出入咁樣啦。咁主要都係講述咧有隊員受傷被困啦，咁撤離唔到。咁電影喺敘事同對白上咧都係冇遵循一般嘅敘事格式同節奏，所有角色嘅行動啊、軍事口令咧都巨細無遺咁樣拍晒出嚟嘅。即係話咧有隊員咧喺被以追擊嘅房間嗰度逃離咗，拎唔切裝備咧都要由其他隊員咧花數次咧出入拎翻裝備，呢啲嘢咧都要巨細無遺咁拍出嚟等等。咁呢種拍攝嘅手法咧，一般都會令到觀眾咧感到好多餘啊，好繁瑣。咁但係喺呢套戲嘅氛圍咧就好啱嘅，因為呢套戲嘅取向咧係貼近現實。咁現實冇配樂咧，咁就冇配樂。咁現實咧冇熱血嘅戰鬥啦，死亡同傷亡咧往往都係一瞬間發生，即係翻間房咧拎一拎嘢咧都有機會俾人射死嘅，所以電影咧先咁樣安排。咁而呢種敘事嘅巨細無遺咧，就成功增添咗似係喺戰爭現場嘅真實感。咁呢種做法嘅好處咧，就係喺未有事情發生嗰陣時咧，盡量貼近翻角色啦。咁當情節咧彌漫住緊張嘅氣氛嗰陣時咧，你都會同角色一齊 feel 到。咁而面臨突如其來嘅傷亡慘重嗰陣時咧，觀眾咧都會好似角色咁樣一齊 shock 嘅，咁產生咗一種咧爆炸之後唔知發生咗咩事啦，同埋同伴咧係咪安全嘅緊張感。咁呢點咧係值得拎出嚟講下。咁電影咧雖真係低成本製作啦，但喺製作上咧係絕不馬虎嘅。喺僅有嘅槍彈啊、坦克啊、炸彈嘅場面咧，都盡量採取咗實拍。咁聲效嘅處理咧都相當值得一讚。啲突如其來嘅爆炸聲啊，都時常令到觀眾咧同埋角色咧一齊大嚇一跳嘅。咁而爆炸之後嘅受傷啊、死亡之後嘅斷肢殘體咁樣咧，都隨住角色嘅視覺咧毫無遮掩咁展露俾觀眾。咁受傷呢個位咧，都係電影花好多筆墨去處理。咁無論係血肉模糊嘅斷腳啊，或者演員痛苦嘅吶喊、處理傷勢等等咧，都係令人感覺到咧戰爭呢件事嘅突發同埋殘酷嘅。咁我亦都唔吹太多呢套戲啦。咁總括而言啦，咁呢套戲就係啲人成日都講嘅借渣價錢咧，做出燒鵝嘅味道，用咗僅有嘅資源同埋幾個景啦，唔多嘅演員咧就拍出咗真正戰場嘅感覺，而且較唔用傳統嘅敘事咧，以無限貼近真實咧嚟凸顯到真實戰爭嘅殘酷，係相當創新嘅。咁所以今次飯堂喜愛指數10個飯團有8.3個飯團相當喜愛。